今仔日是520，也就是总统赖清德就职1周年。今麦伊伫总统府发表执政1周年的谈话，嘛有讲到民主台湾韧性精神，诉求团结。咱做伙来看总统上新的谈话。1兆元净零转型预算，并且带动民间绿色投筹融资至少达到5兆元，迈向2035年减碳38%加减2的国家减碳新目标。台湾的空气品质已经逐渐改善 ，PM2.5年平均浓度从2015年的21.82下降到现在的12.8。今年开始，台湾正式实施碳费制度，我们会目标坚定、脚步稳健、策略灵活地落实2050净零转型的愿景，和全球一起追求永续成长、繁荣发展。同时，为了因应全球后疫情时代的挑战，兴建国家级防疫中心，强化防疫中枢。为了促进全民健康、普筛癌症，成立癌症新药基金，并启动5年489亿的健康台湾深耕计划。今年的健保总额更大幅增加712亿元，让健保永续发展。我们要打造健康台湾，让国人更健康，国家更强，也让世界拥抱台湾。我们更努力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，除了持续盘整国家级项目的准备，举行实地验证，也整合各部会力量，提出针对国安统战威胁的17项因应策略，来团结国人，抵抗分化，保护我们所珍视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。而最近行政院编列的4100亿元特别预算，其中1500亿元更是要来提升国家韧性，也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。在国家前进的道路上，挑战和难关会一再出现。上个月初，美国宣布新的关税政策，我提出了5大因应策略，并且启动产业请兵之旅，希望携手产业界突破挑战，开创新的契机。行政院也在最快的时间内整合各界意见，提出强化安全韧性特别条例，并将运用税基剩余编列4100亿元的特别预算。除了支持产业与安定就业，更要强化经济，照顾民生，提升国土安全韧性，让台湾产业在变局中持续稳健前行。尤其我们跟产业界的座谈中，各行各业纷纷主张不要调涨电价，支持政府拨补台电，弥平从COVID-19 疫情到俄乌战争以来，台电补贴民生和产业用电的亏损，来健全台电的财务，以稳定电价。也期待朝野合作，通过行政院的特别预算。百工百业也都希望维持供电稳定，其实能源安全就是国家安全。因此，确定供电稳定，同时开发多元绿能，不论过去或未来，都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。除了电价议题，近期国人也都非常关注台美关税谈判情况。经过前一轮的实体磋商后，仍在持续进行当中，过程顺利。政府会秉持确保国家利益、维护产业发展，绝不牺牲任何一个行业等3大原则，站稳台湾的立场。从深化台美经贸关系出发，会快慢有序、有为有守，争取最好的谈判结果。台湾和全球民主伙伴共享民主的价值，并且遵循自由市场原则，共荣发展。这是我们最大的本钱，也是广大台商释放活力与能量的保护伞。这是我们和威权体制最大的区别。
长期以来，台湾和美国以及民族，今嘛咱看到的是总统就职1周年上新的谈话，有讲到外交、国安的问题，也有应对美国关税等等相关的议题，其中也有环保、也有防疫相关的议题，也有咱的经济转型，希望会当互咱台湾更较有竞争力，互咱台湾会当有永续经济发展的模式来照顾百姓生活。